有路径就有修行，四玉礼，看字念字，捌几字。厝内的四大人定定讲，要做袂亲像，做了才知样。这是咧讲做的重要性。万项代志，若干那出嘴，无要做，将其尾是会有手出无路，有骹行无步。嘛有人讲，行行袂着顶。你若抓有主，心定，有路径，就有修行。莫讲无可能。拄读高中的时阵，学校内的社团是有够多，互我看甲目睭花高高，毋知要拣倒一个。落尾有同学少解，听伊讲甲喙角全破，互我对管乐了啊有兴趣，就决定参加管乐社。当我入去这个社团，才发觉和我的人脉差真多，而且这个社团的社员嘛无几个。看这款办势，应该学无啥货。我煞有一点仔失望。毋过俗语有一句话讲：一客无鱼别客钓。拄想要换别个社团，边仔就有人讲：即马咱拢坐共一只船，爱互相包容，互相鼓励，手牵手，心连心，互管乐社会当乌土变成金，搁再重新空金轻，互这个社团会当搁再车赢起来。就安尼，认真去研判内中的因端，敢是社员的练习无够认真，还是管乐早着退时行？经过阮的分析讨论，决定要先做意愿调查。阮逐工拢利用下课的时间，去每一班分传单甲解说。阮相信一步一脚印，脚踏实地，一定会成功。问题一定会得通解决。落尾发觉是因为大家无够认真，无够拍拼，致使管乐社才一直袂出名。知影原因了后，阮就开始设计种种的步数。大先学即马上流行的快速宣传方式，伫校内无同的地点演出，搁举办招生社员的活动。
刷落来嘛尽量争取校外更较侪表演甲比赛的机会。毋过，上重要的当然是充实社员演奏的实力。俗语讲：靠山山会帮，靠水水会空，靠家己上稳当。所以，阮着利用放学甲休困日，大家拍拼练习。经过这段时间，大家经做伙，即卖的管乐社已经小可有名声。报名参加的社员嘛愈来愈多，规个社团已经改头换面啊！所以有落种就有收成，莫讲无可能。勇敢踏出第一步，自然就有好前途。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